你在做什么啊？哎，彤彤姐姐，你不要理他了。他说因为等一下要去赏鸟，所以要学小鸟在天上飞。田荡鼻，你想要在天上飞？可是你只是一个 baby 耶，翅膀都还没长出来啊。我有啊，你看。哦，彤彤姐姐，我们不要理他了啦。哎，你教我小鸟的客家话怎么说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像我们最常看到的麻雀叫做木角调。木角调，木角调。点点好棒哦！那待会儿我们去赏鸟区啊，就会看到很多的帕后诶，白鹭鸶。帕后诶，白鹭鸶。嘿，咻咻咻，咻咻咻。那我们要出发去赏鸟了吗？好啊，我们出发。那我呢？你这么会飞，你等一下再飞过来找我们就好啦。等我一下嘛。田荡鼻，天上飞；田荡鼻，天上飞。某某，有什么东西会在田荡鼻呢？有飞机。那还有什么会在田荡鼻呢？还有小鸟。那还有什么会在田荡鼻呢？还有，尴尬的时候，乌鸦会从头上飞过。木角调，麻雀；木角调，麻雀。帕后诶，白鹭鸶；帕后诶，白鹭鸶。彤彤姐姐，彤彤姐姐，我刚刚在外面看到一只木角调哎。木角调很常见啊。可是它跟帕后诶要一起去湖边玩。你怎么知道木角调要跟帕后诶出去玩呢？因为我也是小鸟啊，所以我听得懂他们说什么。木角调还有帕后诶都会在田荡鼻哦。哈库啦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磊了。